台中警方伫咧汽车旅馆内底查到毒品分弹、异并拍子、毒品咖啡包，也有其他面等，拢总掠到4个嫌犯。因讲这些毒品拢是因家己要用的，无摕去卖。警方目前是正咧调查当中。因为医师表示，这异并拍子甲依托米酯是差不多，拢用来麻醉的。若无适当使用，恐惊是会致使心肺衰竭。 警方入来到房间内底的人假做拢无代志，也毋过天棚这个物件看起来真无正常。警方一个看，原来是毒品。自己灌的哦，这哦，这是那个卡西桶烟那个啊，灌烟弹的啊。是啊。对啊，是谁的？ 警方进前接到通报，讲有毒品犯伫台中市北区一间摩的路，哪像咧使用毒品。去甲敲找了后，发现包括有毒的咖啡包、开他命等等。嫌犯甚至佫讲家己是买异并拍子遮的原料，也佫有空分弹甲分装的器具，就是为着要方便家己，也佫有朋友来使用。查获林贤等人持有食用咖啡包、K 他命及异并拍子烟弹等违禁品批。 警方甲包括姓林的主嫌，也有其他拢总4个人，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上班，也会追究来源，也有敢有咧卖。毒物科医师表示讲，异并拍子甲松西分弹、依托米酯是同一类的，异并拍子的结构小可无同，两项拢是用来麻醉的。去年底拢互人列做是第2级的毒品，不当使用会有真大的风险。你用了以后就会。 昏迷，可能就神志不清，行为会受到一些活动就会受到影响。混用当然是一定是有，因为就看说，我这个比较 A 比较贵 ，B 比较便宜，我就 B 弄多一点 ，A 弄少一点，混在一起，那就达到那个只要我达到这个效果就可以了。 毒物科医师也指出，异并拍子比依托米酯也搁较简单的摕到，所以常常互人摕来使用，甚至是卖钱。警方表示，咱目前全面禁止电子烟的制作、买卖也搁有使用，上悬会当罚到5000万。就算是单纯使用电子烟，也会当照《烟害防治法》罚2000到1万块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